歸之後第一個賽馬季咧，今日隆重揭幕嘅，馬會就特別舉行儀式慶祝。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敲響銅鑼，馬季正式開鑼啦！喺今日，唔少馬迷就專程入場見證呢個馬照跑嘅時刻㗎。馬照跑啊！今日第一次賽馬咁好。專程嚟係睇下佢即係開鑼係點樣咯，同埋好特別啊嘛！97之後咧，即係第一場特首杯嗰啲咁樣啊嘛。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杯咧就安排喺第一場舉行。上個禮拜贏咗騎師賽跑嘅佩恩咧，果然就攞到個頭威啊！喺呢項行政長官杯咧，策騎九龍堡以冷門嘅姿態咧贏得頭馬嘅。呢個馬迷就眼光獨到，成為幸運兒。好開心啊！自己嘅心水。雖然今日係香港回歸之後第一次賽馬，但跑馬地同埋沙田總入場人數比起上季首日賽事咧就下跌接近30%㗎。馬會解釋係因為賽事喺跑馬地舉行，而今日嘅投注總額咧就有9億3600萬，比上屆咧跌咗少少㗎。